们现在所在的我们的药品库里边、药品仓库里边储藏着180多种防疫药品。从前天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在进驻火神山之后，第一批患者目前已经准备好进入我们的感染期和2病区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辆救护车已经即将离开，而且我们的医务人员正在进行洗消。在进行一个消毒之后呢，第一辆救护车。进行一个消毒的一个工作。